白色恐怖受难者台大校友陈文成，1981年自美国回来到台湾探亲，率获特务军官约谈了后，死伫咧台大校园内。初三是事件发生40年的纪念日，不过陈文成讲场的告示内容，学生会甲学校确实有无共款的意见。碑文写着纪念一位坚决抵抗国家暴力的勇者李国车，台大校园内陈文成纪念广场开幕，则因为校园对碑文国家暴力这几字有意见，因发用玻璃拢暂时刻字。开幕了后，搁拆除的证据，经过学生会争取，最近碑文总算伫校务会议当中来通过。只不过这届校园又搁否决园区内底说明白仔的文字，理由是受过激进。修政治化。我们这次说明牌也有把就是促转会就是最新的报告就放到说明牌里面，那就是还补上就是一些就是纪念广场设立的由来，然后还有就是当初学生的设计理念等等。学生会讲，校方认为写陈文成食成功的部分就好，莫写受难事件。这种手法根本天地威权思维，无教育意义，会继续甲学校来协商，嘛无排除利用舆论。另外，初三就是陈文成受害40档的纪念日，因为疫情关系，原本的实体活动嘛延期。小型的线上活动，就我们邀请就是大家在陈文成事件纪念广场。然后进行打卡，然后拍照纪念，这样。对学生会争取分区说明白的代志，台大表示也是遵照校务会议的表决来执行。另外，促转会初一针对陈文成的白色恐怖受害案件，嘛发表声明，讲相关的调查工作搁咧进行，建议检方重新调查。陈文成基金会嘛表示，希望政府负起调查责任。记者陈雅文、张学水采访报道。